讲讲台语，台语讲百讲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甲大家小解的深色的主题，就是爬山讲台语。有路咱沿路唱歌，无路咱撩溪过岭。这个真出名的歌，主要是咧讲，无论环境安怎艰难啊，咱拢爱团结，继续向前行。咱嘛会使对歌词啊，撩溪过岭，知影讲啊，台湾的地形啊，实在真丰富。但这几年啊，爬山的民众是哪来哪济，不管是爬百岳，还是一般的高山，咱拢着爱知影注意安全，做风险的管理。那安尼啊，爬山咱会用到什么款的台语咧？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，咱就要来和大家做伙来分享。爬山啊，上好是有伴，毋但安全，阁袂无聊。啊，咱若要邀请别人和咱做伙去爬山，会当讲啊，阿美啊，拜六敢要去爬山？啊，若听到人甲咱招啊，咱会当应讲，啊是要去爬倒一支山？敢会伤硬到？安尼来了解对方到底想要招人去爬倒一支山？因为台湾啊，山的高度啊，悬低差真济，困难度啊拢无相像，所以爬进前啊，咱是爱先问好清楚。啊，若听到对方安尼问的时，咱就爱会当应讲啊，啊，咱来去爬合欢山的北风敢好，无真远，风景啊阁水，鸟啊也济，你啊一定会介意的。真侪人啊，爬起咧到山顶以后，会伫山顶啊煮食啦、泡茶啦，阁会招做伙去爬山的山友做伙来食。这时啊，咱嘛会常常听到下面的对话哦。啊，百岳你爬几支啊？啊，无啦，无几支啦。阮后礼拜要去嘉明湖，你敢有兴趣咧？就安尼啊。大家无分有熟悉无熟悉啊，做阵开讲，互相分享爬山的经验。嘿啊，真正是爬山的过程中啊，足快乐的代志。啊，到要落山的时，大家爱互相提醒哦。哎，本色啊，就爱早落山呢。山真行，落去锁啊，就爱扣好好，看看行。安尼啊，大家互相关心、互相分享啊，无一定就爱问对方什么名，见面就是缘分。这也是爬山啊，真深色啊，真迷人的所在。上尾啊，咱来复习今仔日的句型。拜六敢要去爬山？是要去爬倒一支山？敢会伤硬到？百岳你爬几支啊？阮后礼拜要去，你敢有兴趣？落去锁啊，就爱扣好好，看看行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爬山讲台语啊，会当互咱和山友的感情更较快建立无？毋信啊，你试看卖就知。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